竟然是一个女子，你竟然是一个查某啊！为什么却扮成男人的模样？你甲公主斗阵，分明是另有目的，是毋是？周将军，我下药，哼！无得空，你的名根本就毋是叫做逍遥，你到底是甚物人？不管你是男是女，你也赶紧讲出你接近朱公主的目的，若无休怪我周某无情。周公主，事实上，我真钦佩你的眼力。在顶间，咱头一次见面的时阵，你就看得出我会晓武功，也来意不善。事实讲，我会接近朱公主，是要注意性命。你，请你慢心，我并无对伊下手。那呢？你到底是甚物人？为什么要谋害朱公主呢？将军将军，你请将。你到底有甚物恩情？阮家父一生的好功夫，原在南昌在做镖师，明王放榜招贤士，前往到后是欠三思。我见明王有阴谋，心存不轨的意图，家父抽心求珠宝，巧比奸王来金土路。呀哪呢？你是？因我轻讲属上顶，为我银针暗起情，因此劫持负性命，压迫弱小以假行。自受因到我是结金兰，意见如果我下手难，奸贼逼我是用手腕。头子的玉女，我敬的为难。呀哪呢？强逼你的人是甚物人？将军是聪明人，唔免我讲，相信你早就看会出来了。李成，是，你已经大概也知影讲朱公主是甚物人。我知影，伊是当今的皇上。本来我是无愿意做这种大逆不道的代志，也不过为着阮阿爹，为着阮阿爹，我不得不都要听李成的命令。所以你就忽得忽了，使人难以捉摸。周将军，我知影，在这段日子里，我甲你添袂少的麻烦，但是我是不得已，请你原谅我。我也是带念你一片的好心，我袂甲你见怪。只是目前咱也找无到证据，也无法度消除这个奸贼。遐你阿爹啊，阮阿爹的安危，我自然会设法。即马上界重要，是要想办法，带朱公主离开苏州。你是讲有危机？李成已经看出我的心意，伊命令我，明仔载引你自首，到七石山，要亲手将伊除掉。如果我若是唔答应，
亲手除掉李小这个恶贼。不用的，阮阿爹还阁伫咧李成的手头，你还袂用去露面呢。周全贵，这摆我来见，是希望你赶紧带朱公主离开这个所在。我也希望恁君臣早一日平安过行。我告辞。朱公主啊，我茶汤来啊。朱公主啊，朱公主啊，我烧茶汤来啊。你若只困快咧呢？大娘啊，我的现地咧？你的现地怎都甲你一只咧食酒，我哪会知影你现地走倒去？啊？哎呀，一定走去青石山，现地啊！周勇，周勇啊，周勇！哎呀，这个周勇哦，一日到晚定甲我甜的报告，这间我要紧的代志，煞拢做无款人，实在真是啦！今日茶包，这根本就无算啥物。婚事的代志，我暂时无要去想。我即摆上界担心的就是做家都伫要做受着，草家要做的大好。小姐，小姐，我送早饭来。哎呦，哪有遐大啦？咱今日天也袂光，咱府内就来10几个人客呢。啊，元月都反腐厨房给准备酒菜，啊，毋知会遮尔啊晏。贵嫂，
本来遐一向都无好客，哪会一群仔囝请到10几个人客？这我就毋知影哦。敢会是老爷当年衙门来遐个朋友？无成啊，咱因哪有像衙门出的嘛？当个是安尼哦，搁大哭，食到饭是因倒的，话说敢若山贼啊！贵嫂，遐个人是毋是你先带来？都对，若毋是你先，咱员外哪会熟悉迄款人？哎呀，因一定是要来教海珠公主的。贵嫂，我写一张批，你替我提去互你教，交代互你三郎，好无？老爷若知影，一定会甲我拍，我毋敢。贵嫂，小姐平常时是安怎对待你的？今仔日连这点代志你都毋肯替小姐办，你敢阁有良心？贵嫂，好啦，要无我来去就是嘛。贵嫂，你若去甲你家，啥物都毋免甲你三郎讲。上界要紧的是，毋通甲伊讲我互人禁伫咧插房。我知影。三郎，三郎，你有看到阮公主啊无？啊？你要找朱大哥？是啊，无啊。哎呀，我有要紧的代志，要无阿弟我来去四界找看卖咧。哦。姑爷，哎，贵嫂。姑爷，阮小姐叫我甲你送批来啊。真是的啊！多谢多谢。姑爷，我要赶紧来转啊！免若是去人看到，甲阮老爷讲，我是会去阮老爷拍死。啊？阮家父若知你来我遮，会甲你拍死，这是为虾米呢？无啦，无啥物啦，要无我赶紧来转，啊你批就紧看哈。玉英叫我在考卷朱大哥，赶紧离开苏州，啊若无会有天大的危机来临。大哥啊！大哥啊！大哥啊！啊，周勇来啦！哎，周勇也无伫咧，我是要安怎啊？是怎样气我？哎，大哥啊，你倒来啊？是。你来得真拄好，嘿要无你待遮等周勇，嘿我先来去青石山。哎，你若周勇转来，你就甲讲，叫入去到青石山去叫伊消药。我即阵要去哈。哎，大哥啊，无，你即马是咧讲啥物啦？我听拢无，敢若听讲你要去。彼时已经过去，我无法度甲你解释，你待遮等就无毋对啦。叫着周勇，赶紧叫来青石山。哎呦，大哥啊，周勇伊讲哦，伊哎呀，慢慢再搁讲落啦。大哥啊，去就是大哥啊，玉英小姐伊讲哦。周勇，等我倒来再拍算哦。啊，玉英啊，你交代
情深。我只好等大哥对青石山也倒转的时阵，才苦讲伊离开苏州，我若无要安怎？公主，公主，公主，周勇啊，公主，啊，安怎？周勇，你转来啊？是，公主公主，，我拄咧等你，我你哪伫遮咧？啊，阮公主咧，我要见阮公主啊！周勇啊，我有话咧甲你讲哎啦。呀，有话连讲才讲，我要先找阮公主较要周紧。勇啊，我这话是足重要的哎呀，啦。你有啥物代志会比找阮公主较重要？这是朱大哥叫我甲你讲的啦。啊，三郎，你讲啥物？阮公主，你有见着伊？嘿啦，拄只咧朱大哥，搁伫咧遮的，当下才走一个啊尔啦。伊是去倒位的？都代志安尼啦，煞毋知影讲萧桥有发生代志，朱大哥即马要赶紧去青石山，你去甲保护啦。阮公主去青石山。万有小明的不对，也明不好。今仔日我只有牺牲性命，甲你以死相拼。咱是结拜兄弟，我哪会目睭金金，骨亮票，手手管管呢？兄弟，我本来找周勇是要保护你，哪会知影四界拢找无周勇，所以我毋再亲身家己来。虽然我袂晓武功，无会晓教伦理。大哥，你根本就无应该来，你无应该来这个所在嘛。哎呀，敢讲因若是无讲理的人性。阮是可解不可解啦，我会甲你化解这场的误会。因本来就是无讲理的啦。大哥啊，他恁即马要来，你较紧走啦，哈你紧走啦，你紧走。萧玉，你总要将朱秀引来。萧玉，你总要将朱秀引来。周勇啊，大哥，大哥，周勇，你慢来一步，朱秀已经伫我的手中了。周勇，你若较进前一步，朱秀就无性命。周勇，周勇，但你即马应该要服我吼。兄弟，你啥物人是你的兄弟？我是受到王官的命令，专工引诱你来这个所在。哼哼，即马你知影已经中计了吼。王官，周勇武艺高强，也只有你才有法通制服伊。我看不如将朱秀交互我，你去擒伊，也通好将伊一网打尽，倒转去清宫。
有好眼算文章。哥哥，你听我讲。枉为我一片的真诚对待你，想袂到讲你竟然要来谋害我。我爱讲，自今仔日起。